世界万人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美国发生大代志，美国最高法院顶周末撤销1973年保障全美国妇女终止婚姻权利的判决。50年来，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判决是正做美国妇女身体自主权的根基。撤销了后，代表美国联邦政府无够用宪法保障这个权利。 终止婚姻路的代志交予各州政府去法律。咱知影，美国各州有制定家己法律的权利。后摆美国女性面对终止婚姻，各州规定甲保障无条文，会使讲，这个判决互美国自由甲保守对立搁较加深，上时准定会影响美国过来其中选举的结果。 咱台湾无亲像美国这个问题较少宗教因素，总是毋是讲完全是安尼哦。这甲 性别权利、女性自主有交叉的大问题，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女人连线陈珠峰秘书长。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珠峰。邀请陈明秀律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嘛邀请线顶伫台湾甲美国拢有律师执照的 Charlotte Lin 律师。大家平安，大家好。 好，观众朋友，咱今仔日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吼，咱再来可能会讲拍胎，还是讲拍脱身、较口语，会讲提囡仔，总是这事语可能较有古早的偏见。啊，土啊，会讲终止婚姻。美国最高法院吼，伫6月24号即天，伊撤销罗素韦德这个案，这个案是50年来再来是。 正做美国妇女吼终止婚姻权利的根基，上时因嘛维持 Mississippi 禁止15礼拜了后终止婚姻的手术。这个撤销了后吼，会互各州会当制定因家己的终止婚姻的法律。即嘛美国产业界吼嘛有对应的方式，咱亲像 Disney 甲 Meta 遮的产业吼会提供。 因家己的妇女的员工吼，若是需要跨州去到别州做这个终止婚姻的手术，因会来提供补助吼。这个问题有真大的政治效应。美国总统拜登伫6月24号迄天就讲，迄是美国国家悲伤的一天。上时伊嘛讲，美国过来其中选举，迄个选票面顶就有女性自主伫迄个面顶，望大家投票支持自由派吼。 即马会有这个结果，会使讲是美国前总统 Trump 伫伊的任内，伊提名3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即马伫美国最高法院内底，保守派的大法官人数是较侪。美国在讨论这个代志的时阵，侪人讲，伫这个终止婚姻法案撤销了后，过来因就要去引导同性婚姻迄个判决。伫台湾，咱伫2020年嘛有。 团体来发起公投案吼，要甲即马终止婚姻的手术伫24礼拜内底来做，爱缩短到8礼拜。总是迄阵这个公投案无过关，中选会去甲撤销吼。这个问题咱今仔日拢要来探讨。但先咱先来看美国最高法院撤销终止婚姻判决的报道。 警察努力维持秩序，这时阵后壁向互人弹催泪驾驶。另外一名关警甲抗议人压倒伫个涂骹，佮挂手铐，想要拖转去警车，互抗议民众无法度接受。 这条暴动发生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历史暗时，为着联邦最高法院临时推翻掉1973年的罗斯韦德案，这个保障提囡仔权利的判决。这个判决，和美国总统拜登批评这和美国妇女提囡仔的权利倒退150天是比较的错误。有真侪支持有提囡仔权利的活动人士，烦恼影响到美国数百万女性的生活，在各州组织上街路抗议。华盛顿阁有真侪人组织伫最高法院外口谴责法官的判决。 Abortion on demand! This decision must not stand! This decision must not stand! I almost lost my life doing a safe abortion. What the hell are they going to do when abortion is no longer legal?
最高法院各地判决内底以6票赞成、3票反对，维护密西西比州禁止10个月礼拜了后提囡仔法律是符合宪法。到当地反对提囡仔的民众，到规个州为合法提囡仔诊所、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外口，呼吁妇女莫提囡仔。Don't kill your baby. Hey, God gave you that baby. Don't kill it. 这判决嘛，互其他包括英国首相强森、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甲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欧洲各界领袖行一条。伫法国街仔路参加彩庆游行的民众是庆祝法国已经伫1975年甲提囡仔的权利纳入法国的宪法。国际新闻台是唐平友。观众朋友，咱即摆看吼，顶周末美国最高法院撤销的这个罗素韦德案哦，伊的背景是安怎？是伫1970年进前，美国德州的法律规定。母亲的性命有危险，也是讲性侵的原因例外，终止性的手术是非法的。伫1969年，有一个德州的女性，因为需要来进行这个终止性孕的手术，来告达拉斯这个地方检察官因为这个德州禁止终止性孕的法律吼，侵害到伊的权利。1970年的时阵，伫地方法院吼判决，这个法律的确侵害到这个女性的权利，总是伊无针对德州禁止终止性孕的法律提出什么制裁，因就搁上诉到最高法院。1973年的时阵，联邦最高法院吼来认定德州刑法禁止终止性孕是侵害到人民的宪法的权利。根据什么？根据第14修正案正当法律定序的这个条款，因为这个判决50年来，美国的女性吼有会当来终止性孕的这个权利，即马互撤销。咱来请教线顶林律师。伫这个判决撤销了后，对美国女性的具体的影响是啥？咱知影，唔是讲即马终止性的手术就完全非法，是各州会当去制定因的法律，敢是安尼？嘿，是，本来吼，若是这法院最高法院吼，这上悬的法院，伊进行一个宪法的一个判决，罗素韦德吼，这是1973年了。24周以下，你拢会当自由，会当得提囡仔。啊，所以国较每一个州吼，拢袂当你去定一个法律来禁止所有妇女人会来提囡仔的权利。即马已经对宪法的法定该下放吼，拢变做讲刑互每一个州，所以即马的情形就变做讲有的州。有缘会当提囡仔，譬如讲民主党也是较难的州，有的州吼，进前就有的甚至是19世纪就有提囡仔的禁止的法令。即马因为这个最高法院吼 Supreme Court 的这个判决出来了后，伊迄进前的法律，就马上会当个定心，就会当 activate 吼有效安尼，所以就变做讲有的禁令。有的州较保守的，至少有13个州，马上就有禁止的法案，还是讲法律会当开始变做个有缘有效。有啥物款的差别？有的州是足严的吼，6周以下你就袂当提囡仔，6周以上歹势，6周以上你就袂当提囡仔，所以你就爱真紧知影，你就袂当提。另外一款就是各有刑法相关的规定，譬如讲。伫有的州吼，你若是替妇人提囡仔，你迄个做的诊所还是医生，你爱判刑。有的 jail 的迄刑法的迄法律是讲爱关10年还是14年，就是有一寡旧的规定，有的甚至讲已经100年遮久啊。但是因为最高法院即个判决一出来了后，就是讲你旧的法律，因为即马已经拢无宪法level 的迄个管制啊嘛。所以你进前每一个州有啥物款的法律，就重新会当开始安尼有效。所以即马就是规个美国闹哄哄吼，就是即马有足侪州的法院法官、州法官伫用禁止令吼，就是一个较暂时的禁止令，互迄个旧的法律，譬如讲几十年，还是讲100年进前的法律，先卖
开始有效，若是开始有效了后，就全部州的诊所拢袂当收任何一个妇人人来提因啦。有的是6州，有的是15州啊，15州就是参照 Mississippi 安尼 ，Mississippi 是上新的。是林律师，我搁追加一个问题吼，伫1973年这个判决，因所使用的14修正案内底，正当法律定序这个条款，我所了解正当法律定序是在讲政府无应该用法律来侵害人民基本的权利，也就是讲1973年的时阵，美国最高法院感觉到这个会使终止承认这个决定是宪法应该爱甲保障的权利。即马撤销这个判决，敢是最高法院因的想法？感觉就讲，这毋是咱最高法院需要去保障的权利咧。有几个单词会当来讲啦吼。这交咱台湾以前宪法在学，就是叫法律保留原则，就是讲你若是人民的权利，你袂当用任何法律去限制。是，这就是宪法内底的权利。但是宪法内底有啥物权利是人的自由，还是讲平等的权利呢？伫美国宪法拄出世的时阵，就是200多年前，迄阵仔的平等还是讲自由的权利是有限的嘛。譬如讲 LGBT， 还是讲提囡仔，迄拢无包在内底嘛。所以即摆上悬法院的即个保守派法官，就是以即个基础吼。讲即个提囡仔啦，还是讲其他的权利，拢是毋是宪法内底本来这正当法律程序要保障的人权。人权虽然有，但是伊有限制。这abortion 啊，提囡仔啦，还是讲其他的吼，拢毋是在内底。那若是讲安尼，就代表讲三权分立的即个怎讲 structure 安尼，即个基础内底。司法权袂当讲用解释，就去抢讲每一个州有立法权，立法权你会当去限制，还是讲对所有人民的权利啊啥，你会当做保护做限制还是保护安尼。但是进前1973年就是150年前，迄个法官就是14个迄阵的法官7-2吼，7票对2票。就是讲，第14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 内底要保障的人权，有包括提囡仔的权利。即马伊就是即个部分有联邦交州 federal 交州即个权利的迄分配啦吼，司法交立法的分配。即马上悬法院的保守派的法官就是讲，咱美国宪政的设计，吼，就是应该爱互州来决定这，就变做讲，足侪咧抗议的人就讲，你就代表讲你即马无感觉讲，提囡仔的权利嘛是查某囡仔就是讲妇人人，歹势，妇人人自由权利的一部分啦。所以有足侪争议啊，有足侪抗议安尼。是，陈律师，咱看到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吼，本地50当内妇人人有终止承认这个权利，即马对法律的解释无共吼，伊怎啊甲这个判决撤销？咱台湾敢会有这款的问题？就是咱的大法官会议所造成的判决，敢有可能有一天会去互新的团体，还是讲新的诉求来引导咧？是，这个问题就是咱爱看咱即马的法律的规定。咱若看咱即马法律的规定是，其实咱是讲，如果你也有心，你也甲囡仔摕掉，你嘛是有犯罪。但是你也有健康的问题，还是讲不是自愿怀孕的，还是讲其他有影响你家己的身体，还是身体的因素的时阵，你会当甲囡仔摕掉。所以其实咱唔是直接讲，咱妇女会当家己决定讲伊会当摕囡仔无，就是讲咱是其实嘛是有先保护迄细汉囡仔他的生命权。咱的法律其实咱即马是有承认的，只是讲咱的法律的规定的方式，咱未来就是讲即马伫立法院内底修法的方向，就是将
妇女就是伊也有生的时阵，伊会当甲囡仔摕掉迄种范围搁放宽。是，就是咱法律即摆的走向，啊，甲是咱的社会整个方向，或者是我们立法未来的方向，其实是肯定讲妇女伊会当家己决定讲，即个方式，啊是即个囡仔有即个时阵，敢有适合伊家生出来。啊，如果也无适合上，伊的决定权后盖会搁变大。所以依照咱即摆法律的整个发展来看，看起来咱是暂时未走向美国伊的即个方式。相反的，咱是较保护妇女伊会当伊家己的决定权。所以看起来咱的保守的方式，应该是暂时不会有这样的很大的风气啊。对。秘书长，咱伫婚姻宾馆的期间吼，看到咱台湾有缘是有这个宗教团体吼，受到美国较保守的宗教势力的影响，来台湾宣传，譬如讲反对婚姻宾馆啊，还是讲甚至是用下资源、用金钱来帮咱遮的代志。即马美国最高法院撤销这个终止婚姻的这个权利吼。敢会影响到咱台湾？唔是讲法律的层面，是这个社会运动吼甲社会的价值观面顶。我感觉一定有无共款程度的影响啦，因为就是主持人头仔讲到迄公投案无过，其实伊甲美国嘛是有关系。迄个时阵美国德州嘛是咧讲差不多共款的内容的时阵，咱台湾就出现安尼的公投提案吼，所以其实遮个想法也是遮个运动拢会造成。影响台湾遮个宗教的团体，因其实一直拢有咧活动嘛。是。就算讲咱即马无看到伊提出公投案，毋过伊一直，比如讲伫学校内底性教育啊，还是讲咱优生保健法咧修法的即个过程，伊嘛拢参与伫内底。所以因较保守的即种手法吼，伊一定会想办法要去影响，不管咱的修法还是咱的教育，所以。咱要安怎伫这当中会当好好啊来维护目前吼，莫讲较进步，莫搁摕等于像美国安尼摕到50年，咱唔通摕等于，我感觉这拢爱需要搁较拍拼去来做安尼。是，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这个判决伫美国有真大的政治效应。咱先来看美国前总统 Trump， 伊是安怎讲呢？伊是伫伊的任内吼，伊提名3个伊讲是受到尊敬吼，较严硬的大法官，事实上因是较保守的大法官。隶属即摆美国最高法院内底吼，保守甲自由的大法官是保守的较侪。林律师，你伫美国吼，当是一个选民嘛，对你来讲，拜登总统即摆已经讲伫其中选举的时阵，迄个选票面顶有女性自主权利伫迄个票面顶吼，总是咱知影。若是真正伫其中选举，民主党较赢，敢有法度搁甲即马即个结果改倒转去？在宪法的赞处吼，在宪法的 level， 讲要甲即个最高法院上悬法院的即个判决 overturn 是足困难啦。会当做着啥物？做着讲用联邦吼，就是讲参议院senator。伊若是民主党会较济，伊可能会当用联邦的法律，就变做讲会当 overrule， 就是讲50个州吼，拢有一寡联邦的法律会当保护每一个州伊嘛是因为这其中选举一定要安尼讲嘛，因为其实民主党即马在美国，因为经济还是别项的迄问题，其实伊即摆本来会足惨的。但是因为即个abortion 即个判决的代志吼，提囡仔的权利的代志，变做讲有一个反扑，所以伊即马政治人物交拜登交足侪民主党的选举的即个议员的迄候选人，拢咧讲你就是爱选民主党，安尼才会当伫每一个州的议会，还是讲每一个州的宪法，还是讲甚至是联邦的单处甲 level 吼，会当来做一个保护因为吼。最高法院上悬法院的法官，伊拢是 lifetime， 就是讲，拢是做一世人啊，就是做甲吼有迄个大法官过身再来提名另外一个伊个就是交时间安尼无共款，所以即马就是Trump 过Trump 最后Trump 顶一任啦，拄好拄着有3个。所以就提名3个所以即马就变做讲差足侪是6比3所以头拄仔看到迄个 chief 主席
嘛是保守派，毋过伊较中间啦。啊，另外就变做讲3个、5个、1个安尼，所以5个拢是较保守，啊3个是自由派，啊1个是主席安尼。是美国即马有人在烦恼心，讲这个终止成因的法案去撤销了后，过来因要去针对同性婚姻，可能要甲进前迄个判决嘛延后到，敢有这个可能？即马上新的一个新闻是讲要加避孕啊，吼，避孕的即个法律吼，可能嘛会着叮当着，因为我头拄有解释讲。第14修正案吼是交正当法律程序有关系，啊，这个有关系就是讲宪法以前规定的自由权，到底是这是 exemplify 吼，就是讲敢若举一个例吼，还是讲敢若宪法写的伫美国的宪法迄阵写的时阵有的权利才是权利，还是讲你随着迄时间，你会当敢若是举例安尼，所以你会当有新的权利安尼出来。啊，若是保守的法官就是讲无新的权利啊，所以新的权利应该毋是宪法来管，是每一个州就是讲senator 参议员啊，国会的人法律来规定。啊，若是讲自由派，就是讲无咱宪法的人权会当去扩张，所以你就有新的权利。所以即马大家就是烦恼讲，你即马 abortion 你若当着，啊，别个嘛会当叮当，因为大家用的基础拢共款，伊的基础拢是新的，所以 LGBT 嘛是新的，啊，即个避孕嘛是新的，拢无伫美国上早的宪法、传统的宪法的管理内底安尼，这是大家即马烦恼的。啊，因为伫判决内底吼。保守派法官有讲到讲，因为因这是法律基础的问题，因就是讲参像这种判决，罗素韦德这种的判决，就是法律的基础拢，就是变做讲错误啊。所以伊若是讲爱改，就拢爱改。啊，伊嘛有举一个例，就是讲避孕，亲像避孕啊，还是其他的判决，其实嘛是错误的法律的基础。啊，这都是大家烦恼的。是。林律师讲到这个避孕的问题吼，咱来看到美国有足保守的，算讲是众议员吼，伊的言论咱听起来实在是足不可想象。伊讲伊相信女性有教育的能力，会当温存男性，什么时阵伫伊的身体内底射精吼，而且佫有法度控制男性的精水进入伊的身体的量。秘书长，咱知影美国有人会讲即款话，有可能有伊的宗教，有迄个保守传统的底伫内底，总是听伫咱台湾人耳孔内底是实在是足可怕吼。总是秘书长，咱台湾女人连线吼，在来拢咧做妇女权益的工作，看到即款言论，甲咱台湾的社会风气来比拼吼，咱台湾的女性较要义的。是啥物款的观念甲态度咧？当然，安尼讲法，咱会感觉都含糊吼，他有人会讲出，伊看起来佫是众议员嘛吼。其实安尼的话，或者是讲，咱无法度接受的言论，其实台湾嘛有啦。那对于查某人来讲，人工流产吼，也是讲摕囡仔即个代志，毋是讲你去禁止伊就会消失的，即个需求一直拢会存在。是。不管是各种的研究，或者是来自医护人员因的观察，就是讲，这个需求毋是讲你甲禁止，伊就袂去做，伊可能会去找一寡无合法、无安全的方法。所以对查某人来讲，伊会变甲真危险吼，对伊的身体或者是伊的健康，甚至因为安尼可能会失去伊的性命。所以这个代志毋是讲你禁止，伊安尼禁止是讲伊无爱看到，毋去看这个代志尔。其实伊伫咧发生嘛。所以对于查某人来讲，这个权利，毋是讲，不管伊是毋是生来就有诶，这是伊生命甲伊诶健康诶选择吼。咱若要讲权利，可能遮诶人士伊会感觉，即种话真重。毋过不管你安怎想，这对查某人来讲是无法度放弃，因为这是一种伊要活落去诶选择。是。观众朋友，咱看到即边终止成因这个法案咧撤销了后，美国有侪的抗议甲活动，咱即摆来看。台
东线机车排几排，乘客手头人彩虹旗，沿曼哈顿第5大道行进的队伍充满彩虹元素。纽约市冬季大游行26让3年后6日举行，主题是一点仔都无抱歉的阮，骄傲展示性少数者的存在。今年特别的是，联邦最高法院2时推翻罗诉韦德案，让美国妇女提囡仔权倒退150年，是游行的焦点。美国计划成立联合会为游行成热场，呼吁保护女性的生殖自主权。参加人提有声莫干涉阮的性命，男性爱保护提囡仔权的牌仔来展现支持。有人烦恼这个裁决会让真侪权利消失去。It definitely worries me about what the future for LGBT rights are and for the future of our generation and the youth. And the overturn of Roe v. Wade is definitely a scary start to see where we are starting to head. 同一天，旧金山冬季的游行原来举行，吸引几千人参加，民众徛起咧火车顶唱歌跳舞。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来出现，现场会当看到罗素韦德案应中存这个标语，看得出来对提囡仔权的支持。加拿大多伦多25时举办女同志大游行，伫美国女性提囡仔权互人剥夺的判决，大家拢真生气。啊，毋过嘛，毋是每一个国家拢对同志会包容。伫土耳其2日发生同志伫游行人甲警方发生冲突，画面上看到上百个聚集伫伊斯坦堡塔克西姆广场的民众，本来是欢喜人彩虹旗和平伫游行，啊，毋过无偌久，摕盾牌甲警棍的镇暴警察向开始赶参加者，现场真乱。根据筹办游行的组织表示，包括采访的记者在内，有超过100人，互人赶去巴士，再去警局。伊斯坦堡为2015年开始，就禁止当地举办同志游行。啊，毋过当年也是有大阵民众毋惊禁令，照常举办集会。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看到美国的同志挺妇女终止性的权利，有一个原因嘛，就是同志甲妇女伫社会上拢是较弱势的族群吼。咱即摆来看台湾的法律是安怎规定的？伫刑法内底，妇女若是用食药啊，还是讲其他的方式来终止性命，是有6个月以下的徒刑哦，嘛会使罚金。总是咱看到咱的优生保健法内底有讲到，若是妇女有身孕，会当证明有下边要讲的代志，会当照伊的自主来人工流产。有啥物款的状况呢？头一个就是母亲本人，也是伊的配偶吼，因为疾病的关系，会当来进行终止身孕。第二个是有生，也是讲生产。会致使母亲会有性命危险吼，也是讲伤害到伊的精神的健康，甚至是胎儿的畸形发育遮的代志，可能会当嘛是会当来进行终止身孕。第三个就是咱讲性暴力，因为安尼来有心会当来终止身孕。过来是若是有配偶的人要进行。终止身孕吼，就要有配偶的同意。总是伫国检署今年4月的时阵宣布讲，有一个修正草案内底要甲这个配偶同意吼，这条来甲裁掉。但律师，咱国内的法规是安尼规定吼，律师拄则嘛有讲到，咱的法规是较要义咱的妇女的权益啊。对，就你来看，咱即摆法律规定安尼，敢有会当搁调整，互伊搁调整来保护女性的所在？是为咱即摆法律的规定，就是讲为咱宪法来看，咱其实无正面的承认讲妇女伊有会当伫有生的时阵，伊就当家己决定讲伊即个囡仔要留还是无要留。是，其实这个法律的规定的意思就是讲，我要保护这个细汉囡仔。啊，只是咱伫优生保健法内底就讲，你也有这个状况的时阵，你会当甲囡仔摕掉嘛？是。啊，其实这安尼立法一直就是无甲妇女的自主权摕喺头前啦。是。啊，其实阮咧看这个时阵，阮会想讲，其实妇女伊也甲囡仔生落来，迄过程伊可能会伫个工课
受到一寡歧视，可能会有一寡人会失去伊的工课。啊，未来伊也甲囡仔生出来时，伊的健康，啊是讲伊爱饲囡仔，啊伊的经济，啊伊的生活，这种其实是即个妇女家己爱来承担的。所以，咱是毋是将迄细汉囡仔的性命，啊是讲伊的生存，摕喺妇女的自主来头前，这是当个讨论的啦。但是咱未来的说法，目前咱的立法院的时阵嘛是搁维持现在整个法律的架构。只是讲咱伫迄优生保健法内底，甲妇女伊也爱配偶同意权，咱即摆是爱配偶同意，才会当甲囡仔摕掉。所以伫事实上的定变成讲，你另外一半的用条件来威胁，还是讲譬如说你要离婚，我只要甲你同意，啊，所以就变就讲去限制了现在伊的真正的决定权，啊，所以咱看到咱今年修法草案，现在已经提去立法院啦，那立法院嘛是伫委员会先有通过，就是讲后届。妇女伊也真是要甲迄囡仔摕掉的时阵，伊无需要讲咱的配偶的同意。那其实这有甲妇女伊的自主的权利有提升，对啊。可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还是没有回应一件事情的讲。妇女伊嘛是伊的决定，嘛是同时在刑法上还是一个罪名，她得要有其他原因，她才能够自主决定。这个是我觉得是那后盖可以当是来改变的所在。是，秘书长，不管是伫台湾还是伫美国，咱咧讨论终止婚姻这个问题吼，拢有一个争议点，就是要尊重妇女家己的自主的意愿，还是讲要。去保护北岛内的囡仔的性命吼，尤其是1973年的这个法案，即摆随网互撤销，总是1973年的时阵，迄判决内底有甲这个新孕的期间分做3个期间，头一期是头3个月，迄个期间是完全袂当去限制妇女终止婚姻的决定，到第4个月到。第6个月或者这第2个期间，第2个期间，州政府会当立法去管制，总是迄个管制较要义母亲的性命哦，无较要义这个囡仔人的性命。到第3个阶段，州政府才会当各用较侪的法规来管理终止婚姻这个代志，总是。迄个判决内底，有原是讲，准做是伫第3阶段内底，迄个法律有原较要义母亲本身的健康甲伊的性命。伫咱台湾的这个法规内底，根据陈律师来讲，咱有原无就是对妇女的保障，对妇女本身意愿的尊重，有原无啥够，是毋是安尼？我感觉就有。几个单面来看，头一个是讲，不管是美国还是咱台湾吼，对24州进程即个保护，其实有一个真大的原因是讲，即个时阵胎儿伊离开母亲，伊是较无介大的几率会当活落来，所以24州是安尼来的嘛。那科学一直咧进步，所以嘛有医生咧讨论讲，是毋是要甲缩短到20州吼？这就是讲伊胎儿离开母亲是毋是会当活落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咱若咧讨论人工流产的即个议题时阵，常常拢会听到讲，头早主持人讲的，到底是囡仔的性命优先，还是讲妇女的选择优先吼？毋过在我来看，你安尼，咱安尼的讨论吼，其实有一点仔陷妇女入罪啊，就是讲按真简单啊划分做两个，讲敢若我去支持人工流产的即个选择，我就是无尊重性命吼。我感觉安尼是真粗暴的去划分吼。头一个是讲。妇女性，伊嘛是一个性命，伊嘛有伊爱面对的性命，伊可有伊的家庭，有伊的囡仔吼，毋是讲伊咧思考人工流产即个选择的时阵，伊就是无重视性命，毋是安尼吼。第二个是讲，这是一个较大议题，讲到底讲有薪吼，前6个月，前3个月，即个伫咱子宫内底，即个是毋是咱叫做性命？这是一个真。哲学真宗教的问题，吼，咱无伫遮讨论。不过我感觉咱也在思考即个问题啦，所以我感觉毋通甲要选择，还是讲
支持人工流产的女性啊，是讲朋友，就讲因无尊重性命，我感觉安尼划分伤简单啦吼。是。那另外就是讲女性吼，常常因为阮生来阮就有主张安尼会当生囡仔，所以生囡仔这个代志，变成变做女性真重要的代志，或者是讲咱咧讨论女性的时阵，这是唯一爱去做的代志吼，就是爱生囡仔、传宗接代等等吼。毋过咱安尼看咱的法律的时阵，拢会当看到安尼啊，就是有生了后，你的选择就变甲真少，或者是讲我就以我的囡仔为优先吼。这就是头拄律师讲到，这就是咱无甲女性的自主权系内底咧思考。我感觉是安尼无毋对，毋过有心这是女性生来就有诶，会当伊做会到的代志，啊袂当因为这个代志就去甲限制讲伊就当爱当做这个代志。我感觉咱的思考爱洗过这个，啊无永远拢会伫共款的代志内底咧洗吼。是，比如咧，我做一个生理男性吼，甲两位伫遮讨论这个代志，实在是较歹势。毋过我即摆要追问一个问题，我无安尼想，总是我若是徛伫对立面来问这个问题吼，反对将此生的人会讲，一个囡仔生落来，伊对济人有迄个情感的价值。毋是干那对伊的母亲有尔，可能伊的家族内底其他的人嘛对这个囡仔可能有一个期待，吼是安怎伫将此生的时阵，完全是母亲本人来决定的。头一个就是有生甲生囡仔这个过程吼，其实是有风险的吼，有健康顶悬的风险，所以这个风险当然这个查某人咧面对尔吼。不过然后生产吼，咱讲上过的生产，其实比你伫安全吼。伫医疗环境内底进行的人工流产的这个风险佫较悬吼，所以大家拢无去看到，大家拢想讲生囡仔真简单吼，时间到伊就会家己出，其实毋是安尼吼，女性伊爱面对的有危险性伫内底，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对实际的按看到的状况来讲，囡仔生来了后，不管是请养或者是讲刷来的问题，大部分就是女性咧面对嘛。咱摕台湾的状况来讲，所以应该回到。这个女性，伊是毋是愿意，或者是讲伊是毋是准备好来面对安尼的状况？这是伫较一般的情形之下。另外就是讲，按头拄仔讲到性暴力，伊面对的可能一寡犯罪的这个状况的时阵，咱连安尼的选择拢无爱互伊的时阵，伊未来看到伊的这个囡仔，或者是讲这个状况的时阵，拢咧提醒伊这个伊无想要面对的这个。暴力的过程的时阵，伊要安怎活落？所以我嘛是爱倒来到即句话，查某人嘛是一个活生命吼，伊嘛有伊爱面对的人生伊的过程。咱互伊人工流产的即个权利，伊无一定会去做。毋过咱若无连即个选择都不爱互伊的时阵，伊可能就活袂落去啊！吼，这是我的意见。是，律师，我即摆徛另外一个立场来问吼，有人反对这个将此成人妇女的权利，徛伫一个。尊重红孩仔的性命的这个立场，总是若是要尊重红孩仔的性命，这个囡仔的性命，敢无需要去考虑到伊出世了后，伊有好好受到照顾无？伊有出世伫一个别人要爱伫伊的这个环境内底无？若是徛伫这个立场来看，照着尊重生命的这个角度来看，若是一个。可能无人疼，别人母亲本身甚至是无要爱的囡仔，甲生落来，敢毋是对性命更较严重的伤害？是，这个问题就是是毋是这细汉囡仔的性命的权利，就是我甲真同意拄只秘书长讲的，就是是毋是一个生命，伊其实有组织宗教，还是讲咱医学的讨论，所以咱法律确实是一开始就该当作是个性命，即个思考是毋是对的，其实爱搁看啦，袂当讲安尼全决定。啊，但是咱也如果说咱也该当作一个性命的时阵，确实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讲，如果伊即个母亲该迄个妇女伊也真系无介意，还是讲伊因为性犯罪的关系，还是讲伊有健康的问题。伊做勉强的，还是讲伊家庭的压力，伊做勉强才家己生落来。其实后摆拄着的问题是搁较大，迄毋是这9个月、10个月的代志尔，迄是一个囡仔的一生的问题嘛。就是讲伊即个妈妈也
无爱伊，还是讲对伊有一寡心内袂当过的物件。其实妈妈是无法度好好啊来照顾即个囡仔。啊，事实上伫社会上，咱即个社会上，咱并无下即种家庭做这个帮忙，嘛无下即马即种拄着困难的妇女做这帮忙的。啊，后盖是伊也参伊的囡仔做这问题的时阵，伊就会变成咱社会问题啊。是。啊，所以我感觉即个问题毋是讲。咱感觉性命重要，袂当讲去限制讲一个妇女伊家己要决定伊的性命的一种方式，因为伊啊，甲囡仔生出来了，迄是会影响伊的一世人的。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讨论一个更较有路的代志吼，这是对两个法规来讲，就是讲即马。妇女终止婚姻有缘需要配偶的同意吼，这个法律有缘甲配偶同意提掉，要未完全通过甲实行。另外，就是讲优生保健法内底第15条第2项有规定讲，人工终止婚姻的手术，就要伫怀孕了后24礼拜来进行吼。秘书长，若是这两条甲合起来看。我的毋是我啦，我就男性。一个女性伊的配偶吼，若是用拖的，就是一直无要同意吼结果互这个会当做决定的时阵超过24礼拜，这对妇女的权益是一种伤害，而且这个权益若是把握伫男性的手头，伊会当用这个媒介去互这个女性无法度来进行这个手术，敢是？就是安尼无毋对，阮接过，我嘛袂当讲定定，毋过阮接过几个个案，就是安尼哦。妇女已经无奈来甲阮问讲，伊甲伊的可能是先生也是男朋友吼，有一寡感情上的问题，伊想要离开伊，吼可能咧讲离婚，毋过伊即摆有心啊。那因为一旦囡仔若生来，可能两个人之间哦，佫无法，佫较无法度切互清气哦，离合清气，所以伊想要甲囡仔摕掉。毋过因为即摆按呢法律按呢规定哦，所以伫医疗现场，医护人员一定要看到你的先生的签的同意书。是。更较严格的规定就是讲，伊除了本人来，伊的身份证嘛爱来吼，伊就是要看到讲是毋是你本人。啊，当然这过去有一寡案件就是讲，伊先互人告啦，讲伊迄签的同意书毋是伊的翁婿本人签的哦，去告伊先点了，所以医疗人员伊会用较严格的方式来看。那对于女性来讲，伊已经感情咧歹啊，吼，伊要离开伊啊，结果伊即马搁爱去要求伊来甲签同意，伊来无想要讲伊啊，就是这个男性嘛会甲这摕来当做一种手段吼，伊可能会去甲威胁啊，或者是讲你爱互我啥物款的条件，我较愿意签吼。所以安尼的状况就互女性变做一个真不利的情形嘛。伊的决定的即个权利其实是伫查某人的手头嘛，所以对女性来讲是真无公平。是。陈律师，若是就法律的层面来看吼，女性本身婚姻到生产需要去承担迄个风险，总是伊咧决定的时阵，伊无法度家己决定，伊若是有配偶需要配偶来决定。配偶阁有当用我亲像我拄则所讲的迄款的媒介吼，来甲拖延时间吼，安尼伫法律上来看，敢会当讲是女性？甲男性伫法律上无够平等，就是因会使做的代志无够平等。是，这个问题是，就是讲女性伊对伊家己的身躯无有伊家己的完整的决定权呐。而且这个问题变做讲伊变成甲男性之间的冲突嘛。确实阮看到做个例子，拢是讲男性。为用这个条件，你爱同意我什么代志，你爱爱对我安怎做，我才要合你签名。其实这种代志定发生，所以确实这造成了讲男性甲咱女性内底不平等的关系。但是咱虽然即马是讲一定爱配偶的同意，可是咱有看到讲一寡判决。其实有做进步的讲，
如果你也无配偶的同意，就是配偶伊也提去告即个妇女的时阵，咱的法院无直接讲安尼是违法的。咱的法院其实会讲，即个方式不构成的是讲咱法律上的违法，只是讲有可能有其他的法则啊，那行政法上的。所以我感觉这是咱今嘛法院较进步的所在。虽然咱的法律还未安尼过，但是已经有一寡较进步的解释出来，这样。就是法官会当敢是会当无照法律的规定伊会讲这是行政规定。是，无构你也无你的违反，不是说构成了法律上的刑法上的责任安尼。是，嘿，有一种得该做一个解说啦。是，若是法律面顶来讲，遵守这个需要配偶同意的条款，甲裁掉了后，咱敢会当讲，咱台湾的法律都已经互女性有够额的自主权去决定伊要去承担这个怀孕甲生产的风险。其实嘛是，还阁有一寡无自主的所在，因为就是咱看到嘛，法律是讲先要讲你安尼唔对，但是有一寡条件上，伊才讲你安尼会当去甲囡仔摕掉嘛，所以伊的自主权，伊的家己决定的权利，其实嘛唔是完整的。所以律师你来看，敢是会使讲基本是爱甲刑法这条甲摕掉，才是对的。应该是爱朝向这个修法啦，就是爱去肯定咱迄妇女伊伫法律上也当家己决定的权利，无应该甲就是迄细汉囡仔的性命先徛在头前安尼来规定。是，秘书长，若是我徛伫对立面来问吼，甲刑法这条甲摕掉，在你所处理的实务内底，敢有可能有啥物影响？就是秩序较复杂的状况。其实刑法288条一直伫的吼，毋过即摆已经真少咧用啊。那我看到的会出现讲即条，就是讲头先讲到的，先生毋知影伊的太太去做停工流产的时阵，伊知的迄个时阵，伊摕即条来告，去甲法官讲有即个情形发生，才会出现即个代志。所以刑法288吼，甲伊相关的一寡。法律的规定哦，其实咱即马伫即个现场讨论人工流产，可能拢会出代志吼。伊相关的规定其实真严吼，袂使公开来讨论人工流产啊，或者是讲袂当进行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甲咱即个时代哦，或者是甲现实脱离的一个规定。对，在我来看，伊一定伊早晚爱去动即个法，毋过咱台湾要来修刑法是一真困难的代志，所以一直拢无人来动啦。那即个法律来提了后吼，对人工流产相关的规定就会等来。到这个优生保健法，或者是讲即摆要修法，要讲的是健康保健法吼，等等哦，就是来处理的是讲女性伊有心，伊想要有心，也是无爱有心，咱会当有啥物款的保护吼，甲来伊的权益是啥？那一旦伊有心了后，伊无想要有心，吼，伊会当安怎做？伊也想要有心，咱个会当安怎甲保护？伊就变做一个是妇女健康相关吼的保护的法安尼。所以是毋是会造成啥物款？较复杂吼，我是即马是一时想袂出来啦。毋过先生也是配偶同意吼，无摕掉，这伫现实来讲吼，对妇女是有真大影响。是，秘书长照你拄则所讲的，就是刑法288条，伊是法律伫遐，总是即马真少人伫用。对，嘿，是288、289等吼，就是对人工流产即个规定，其实拢伫遐，70多年来拢伫遐，毋过就是真少咧用。那迄个时阵，优生保健法就出来，就是要开一个后门嘛，就是因为刑法的规定，就是袂当去做人工流产。迄个时阵啥会出来，就是咱的人口伤济，咱台湾有一早时间就是人口生长足紧，咱国家就是讲袂当互伊生甲遮紧吼，人人数的增加袂当遮紧，开一个后门，优生保健法才会对遮来。所以对优生保健法对出来吼。就是为着要控制人口，嘛毋是为着啥物妇女的健康，拢毋是。这个优生保健法是伫戒严时阵出来的法咯，遮尔久啊，拢无修，是安怎？其实国健署一直拢没修，这中间就是妇女团体甲宗教团体讲袂合，宗教团体保守势力伊嘛有伊的意见嘛，对阮人工流产的这个修法的内容，因无同意啊，所以讲袂合，政府应该无有家己的态度出来，所以就一直拖到遮。几啊十档，
啊，今年阮真欢喜会当看到国建署因草案出来。是，比如你拄好讲到我想要问的问题吼，就是这个妇女终止婚姻这件代志，在我看，甲同性婚姻会使讲有一寡所在是小可共款，就是讲准做你反对，啊你家己莫去做就好啊。是安怎要去要求全国拢甲，譬如讲无咪宗教团体共款，是安怎会安尼呢？啊，这就是也是讲另外一个问法。敢毋是讲你莫去做就好啊？是啊，对我来讲吼，像我咧看即摆美国的，其实美国的即个 abortion 的即个议题，嘛毋是今仔出来，过去几啊十档两边支持甲反对，或者是讲民主党甲共和党因两边玩了真战了真歹的时阵吼，即个议题就一直出来。咱台湾咱若嘛甲同性婚姻共款，嘛咱看到一寡宗教的团体吼，因一直想要用因的受法吼来修法，毋过在我来讲，信仰这个代志，咱应该是要求家己的。我伫我做会到的范围内，我去说服别人吼，会当接受我的价值观，是毋是一直会当教我做伙来信用？这应该是安尼做的，毋是讲我要去修改，甲我的信用的价值下入去法律内底，强迫大家拢爱照我的信用去做吼。这其实伫同性婚姻的时阵，已经讲过足一摆啊吼。是。啊，毋过对遮较保守的宗教人士来讲，这就是因要去达成的目标吼。所以咱会看到一寡悲剧，伫美国就发生讲，遮的人士去甲咧执行人工流产的遮医护人员枪杀等等的嘛。啊，对咱来讲，会讲，透可能会发生这个代志。你讲你要保护性命，要保护胎儿。所以你咧做这个运动，你要叫大家莫杀生，结果你家己去枪杀别人，这就是已经行到一个极端去啊。是，律师，若是伫法律层面来讲吼，咱台湾是一个有宗教自由的国家。宗教自由伊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讲政府的立法无应该对当任何一种宗教。若是因为宗教人士甲妇女团体伫这个法条面顶超袂好势，安尼来无法度通过终止婚姻这个法案吼，敢毋是嘛是一种无平等，而且是伤害到宗教自由的状况。是，咱即马其实好佳在咱台湾是一个就是咱宗教会做侪种的，所以可能咱毋是讲有一种会当讲反对，还是讲承认安尼，所以这嘛是咱各有一寡空间，就是在这种妇女的议题上，可以当对话的所在啦。但是就是讲确实过去也要修这也要甲囡仔摕掉这个法律的时阵，拢会着做者团体之间的，就是因的争论做者团体确实伊就会讲这囡仔的生命权最重要的，就会甲伊的想法，是讲伊想要爱的物件，加在别人的身上，就是变就咱拄则讲，就是讲，咱无爱的所在，咱会当莫去做就好啊。但是因袂当加接受安尼，因爱大家拢参共款，就是咱同婚来共款嘛。那你无介意，你会当莫去做，但是伊就是袂使别人变做甲伊无共款的人但是其实咱的国家是咱的社会已经行到讲，咱会当接受做这种无共款的声音，所以如果咱也甲社会甲行转去，就是变做讲，咱敢会当接受一种声音的时阵，确实来变成讲，咱的咱无共款的人的权利就无法度通看到啊。所以这种问题其实即卖台湾虽然讲毋是讲像美国安尼最严重的，但是即个代志嘛是一直在发生啊。所以咱大家爱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嘛是爱保持迄警戒，就是讲咱嘛是爱想讲嘛，无共款的人伊的权利伫法律上，是伫咱的宪法上，是毋是有好好行保护，是毋是有伫法律上好好行照顾，这嘛是爱去看重的。是。
秘书长，我所了解吼，妇女团体甲宗教团体伫这个终止婚姻的协商内底吼，永远有一个妇女在做终止婚姻决定进程思考期的这个问题。即马讲袂好势，敢有原是这个思考期，还是有别种的物件？其实爱替国建署甲讲一下话吼，其实因今年提出的这个草案，其实解决过去一个几个真重大的争论啊，因为因的态度出来，所以今年的草案它生会出来吼，所以再互因肯定吼。那咱讲到爱思考期还是所谓的思考期或咨商期吼，思考期是安尼，美国进前因即嘛有，就是讲我若想要做人工流产，我去找医生，我爱倒转去，可能爱7天还是24点钟哦，伊所谓的思考，吼，我得爱。搁倒来即个医疗的现场哦，我来做人工流产。咱听讲思考改成是真正面哦，毋过即个过程其实是互女性吼另外负担吼，不管伊去看医生进前就已经思考。对，伊的意思就是讲，啊，你拢想无够，你查某人想无够，就做即种决定吼，拢无想好，所以你等于想吼，所以思考其实毋是伊听起来叫中性，就是。